台湾话艺术水较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古早田庄庄头庄尾饲狗的真多，国情啊，我知用狗咧比拼世间万项作物的俗语话嘛真多。哦，满是要讲下了袂尽，咱今日单独跟他讲一项，讲偷食狗就好。头一句俗语话讲，狗偷食猪肝，腹内知。哦，猪肝好食，炒到一半芳芳，狗咬下就去，无人知无人看，腹内知。腹肚内会知啦，还佫伫咧消化。安尼腹肚甲破开，毋是，即句俗语话咧讲啥？咧讲吼，做歹代一定会留证据。较早国情捌熟识一个大生意人，事业做了真发展。人伊讲吼，连现金交接都有在调查的证据，毋通做歹代较有影啦。所以狗偷食猪肝，腹内知咧提醒讲，做歹代的人定着一定会心虚。同款即款的俗语话，真接近个另外一句，讲我做偷食狗有罪，心内刺贼。这拢国情啊去编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内底找记载。日本时代就有迄个语言的专家去到民间安尼四界抄四界扣，将台湾的俗语整理起来，表示讲老辈都有影有讲你偷食狗有罪。虽然法律抓无着，就算互你好啦，过追溯期啦，25冬、30冬经过。心内刺贼，你知影你做亏心事嘛？刺贼硬咬，家己心里袂得过。有一款人，所以劝人讲，上好是毋通做歹代。过去念歌嘛咧讲，哪会当教育来从善，一日无事小心善。毋过咱知影讲世间哪有迄个歹心人，外歹你敢知？乌狗偷食，白狗受罪。明明都伊偷食的，猪肝炒到一半芳芳，伊加去的。即摆代志出破，伊毋讲伊家己安尼，伊将责任拢下互别人，讲迄只白狗带头的啦，讲迄只白狗使数的，讲伊有做我无做啦。吼，上米饲百样人，即款人有啊无？社会满是，毋才会说即句俗语话，无毋对。乌狗偷食，白狗伫咧受罪，所以做官一定目睭爱剃互金，爱明察秋毫，毋通枉屈着无辜的人。总是劝人毋通做歹，上界典型就是城隍庙，庙前迄块牌匾，单独敢若写3字叫做“你来咯”。做歹代的人，讲无人知，上无嘛4项知：天知、地知、你知，我也知。